刘备不是来抄城的，我是来救城的。我们要做的是恢复天下的秩序。都看见了吗？这就是和董卓大人作对的下场。汉室多难，战祸连连，黄巾贼虽除，但各地军阀趁机发难，与朝廷作对。现在是我们对国家表以忠心的时候了。大声点！今天我刘玄德代表董卓大人前来，向大家征召军饷，以报朝廷。这就是刘备！妈的，竟然做了董卓的走狗！总有一些人渣趁火打劫。谁在窃窃私语？出来！董卓进京带兵凶残，天下人得而诛之。你刘备妄称汉室宗亲，竟与恶贼为伍。我张松虽为一介布衣，但也看不起你。哎，你这花面猫要做甚？你别过来！啊！国贼，你放开我！你给我滚出晋阳城！这个家伙好大的气力，刨人的手法却很古怪。人说泾阳的桃又大又甜且多汁，不知这颗如何？今日刘某军务缠身，只剩吃一只桃的时间。如果在我吃完之后见不到这些箱子装满钱财，那个花面猫就会一一送你们出城。听见了吗？赶快做！我的拳在这。这个不够啊！这桃子不够甜吗？很甜呢。不，我是说这箱钱还不够啊！大人，只有这么多了，我们也要活下去啊！怎么会呢？你们看，这样捏一捏，捡一捡，还是有东西的。你们身上没有，家里总该有吧？众将士，给我抄城！还给我！还给我！哎呀！快点！主子，关东联军来了！啊，这么快？走走走！哎呀，这抢了这么一点点，真是不甘心的。撤退，从西门出去。哎呀，这群恶贼终于走了。等关东联军到了，一定狠狠地教训他们。别再回来了！快点儿！越远越好。你不认同，但大哥要做的事一定有你的理由。石头为什么都冲我来呀？谁叫你这个大花脸如此招摇，还把那个读书人丢出城外了？还不是大哥的主意！
三弟说的是，那就快跑吧！传令兵，速来通报泾阳城府库张平大户所在，众将士，给我抄！你们这救星大老爷啊！救星大老爷！我们泾阳百姓用我联军誓死效忠，诛杀东贼！这里和户阳城不一样啊，我们还抄不抄城啊？妈的，这些百姓把我当亲人一样，这谁还下得去手啊？父老乡亲们，我们一直被西凉军欺压，现在终于等到救星了。虽然家园已被西凉军劫掠一空了，可是我们还能够出力气，对不对？事情变得有趣起来了。这泾阳城刚被西凉军劫掠一空，反正也无力可图，倒不如万岁！元上大人万岁！官军老爷，放我们一条生路吧！咱们刚被关东来的军队洗劫，哪里还有钱财啊？命还有一条，你要就拿去。命我可要不起。户阳的百姓们，刘备不是来抄城的，我是来救城的。天下大乱，受苦的终究是百姓。为了军饷粮草，关东联军四处劫掠烧杀，户阳城的百姓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家园尽毁。如今有了大哥散出的钱财，百姓便能把家园重建起来。而泾阳城，大哥先行冒充董卓军抢掠，于是泾阳百姓对西凉军恨之入骨。当关东联军到来，他们自然热烈欢迎，百般殷勤。这样一来，打消了关东联军抄城杀掠的念头，反倒救了他们一命。原本泾阳城会是和户阳城一样的命运，如今家人性命都保了下来，泾阳城的百姓早晚会知道大哥的苦心。而我只会办坏人。相比贫苦的百姓，那太守高官厚禄，受点皮肉之苦又何妨？抄一城却救回两城，天下再也没有这样奇怪的事了。谢谢啊，谢谢。这种怪点子，只有我们的傻瓜大哥才想得出。大哥，接下来我们当然是洛阳。哈哈哈哈！放心，这次不会再走错了。
这3个傻瓜有点意思。走。乱世不易，别死啊！有缘再见喽。好雄伟的城池！哼，虽然绕了一大圈，我们该去打倒董卓了。云长，想要结束这乱世，不是打倒某个人，或是打倒某群人就可以实现的。我们要做的是恢复天下的秩序。那要怎样才能恢复天下的秩序？当然是成为董卓，也不得不臣服的人。退下！别逼我们动武！大人，怎么办？前面是董相国特别为袁绍设下的死地，不可以被这些贱民扰乱。传令下去，无恶不退，格杀勿论。别过来！退下！退下！快看啊，烟吹过来了！既然进去都是死，大伙儿不如拼了！对，这怎么拼了？退下！别过来！弓箭手！快！傻瓜，别站起来！战争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天下太平，为的是国泰民安，为的是兴仁义、复孝慈。何以眼前竟是人与人相杀不休？如果这就是苍天安排的命运，那么苍天已死。黄金贼张角说的没错，为了达成匡扶汉室的梦想而踏上杀戮之路，我和董卓又有什么分别？大哥，我矛盾了。所谓的苍天，乃是民愿，万民的意愿即苍天。天行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天不在乎生死兴亡，生命凋零，只在乎是与非。你意向不决，只因你怕祸及无辜，坏了大哥的名声。但是，一个视自己颜面重于是非的人，根本成不了大事。董卓视颜面如粪土，成一代霸主。只是这人不顾民怨，不分是非，无异于逆天而行，必将走上灭亡之路。大哥，我好像明白了。很好，二弟，现在情况如何？我们只有数十士兵，加上这群民众，要是杀上去，必死伤惨重。别做无谓的牺牲，我可以帮你们上去。你是董卓军，我们为什么要信你？因为你们没有选择。再加上这些人救过我。好，我信你。大哥，
我一进城门便会发难，你们就趁势冲进来。大哥，这人可信吗？你大哥我从没看错过人呐。小兄弟，小心乱箭，别过去啊！大人，这人很面熟啊。是赵小伟，他还活着，快让他进来！这人是西凉军，王我们刚才救过他。西凉狗，不得好死！我做鬼也不放过你！不重颜面，是非分明，有趣的小子。大哥，你不怕被骗吗？忘了敌人给三弟的评语吗？100万军中，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。你看，他准备发出警告了。姓赵的，报上名来！来！后面是焚城大火呀，所以他是叫赵火吗？我看他是在指上面的天吧。那么是赵天，还是叫赵云？二哥，那小子真的是怪物。大哥看人最准，绝不会错。以命换命，这就是残兵吗？就这么让袁绍走了，可惜，而且连那残兵首领竟然也脱身了。姓赵的，老子誓要将你碎尸万段！这3个怪人哪里冒出来的？竟甘愿以身犯险换那残兵首领一命，真是始料未及啊！算算时间，他们也该要逃出西凉军势力范围了。大哥，那姓赵的真了不起，你果然没看错人。哈哈，能让三弟夸上一句了不起的人，天下间也没有几个呀。你刚才说自己叫刘备，惭愧，不过无名之辈罢了。刘备，你这样做没想过后果吗？后果就是袁绍和洛阳的百姓都保住了性命。那你们自己的性命呢？保得住吗？大哥敢这么做，自然是已经有了脱身的办法。是吗？其实你们只要挟持你去到城外，如此一来，既可逃脱洛阳，又可取你性命，天下第一大功啊！那你们还在等什么？可是，咱们这位脑子古怪的大哥，似乎并没有这样的打算。刘备，说说你的打算。你死了，天下只会更乱。群雄失去眼前共同的目标，必会互相争斗吞并，整个天下都将被卷入无休无止的兵祸之中。到那时，百姓受的苦，恐怕比现在更甚100倍。就为了这样的理由，你甘愿放弃立下盖世奇功的机会？没错，就为了这样的理由，你才能保住自己的人头，董卓。刘备啊，刘备，董某几乎就想留你一命了。看看你这个无名之辈，还能做到何时？我不杀你，你也不杀我，礼尚往来，有借有还，
方是大丈夫所为。况且，吕布不在这里，你想杀我，也并非易事吧？你们记住，我儿吕布要杀的人，没有一个可以活着。